民众党主席柯文哲13号下晡伫前立委蔡碧如甲台南市党部主委林彦良的陪同之下，来到台南市新铁新安宫，为前市议员陈景仪的查某囝安南区市议员候选人陈世伟来徛台。我是要拜托大家支持阮这个台湾民众党唯一提名第6号陈世伟。搁一样啦人拢讲不看生面看活面啦我请大家因爸爸较早支持因爸爸的人像我继续甲支持安尼。剩的嘛是讲除了拜托还是拜托啦。我定讲阮较早咧做医生安尼去用拜托，拢是用拜托你的。即摆要选举拢在拜托别人，所以在这个所在除了拜托还是拜托大家陈世伟一个机会。由文化资产局认证的苏天福老师嘛特别为一把花木兰带傅从军，勉励陈世伟爱传承父亲互不乡里的精神。陈世伟嘛再一次向大家拜托，爱予少年人一摆机会。一个机会，世伟一定会用心服务，用心服务，而且世伟大家拜托。随后柯文哲嘛陪同陈世伟进行车队扫街，一路上嘛受到民众热情欢迎。来到庙口嘛有侪支持者来要求下野，人气相当的旺。陈世伟暗时嘛参加民众音乐会，甲党主席柯文哲以及侪位党内候选人来合体，用音乐向台南的支持者来讲伊的政见。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